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你看我后壁，咱今仔日走内底啊，即个所在有人熟悉无？咱讲会当摸着的时间，迄个去顶悬吼，即个时钟足大哦，等下会讲着哦，逐个要看觅。老师去到底啊？有人要来了。去到倒位？是。去到布拉格。对。这是中欧，就是中部的欧洲古早上界有名的都市啊。对。以前吼，伊是应该毋是讲以前，伊是即阵捷克的首都。迄个古早就拢首都啊。对，古早就是首都啊，足久千几当前哦，所以伊是足老的一个城，足水的吼。以前本斯洛伐克还未分家的时，对吧？迄个伊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什么首都？就是波西米亚啦，波西米亚上界重要的一个都市。对，听讲足早以前是波西米亚，即阵吼老师讲，一工几万人诶，吼，伫迄个。这个叫查理大桥吼，查理大桥吼，迄桥顶诶人拢安尼遐尼济咧行，行几日，安尼你就知影讲爱偌济人。对，所以一日爱有几万人过去啊。对，几万人去。因为来日布拉格诶游客吼，一冬有几百人，一冬到365日啊，阵365万人入去布拉格。遮游客拢一定爱行过即条桥，因为即条桥是迄个城堡嘛吼，城堡的城堡区甲古城两个所在，连通的一条桥。耳仔顶悬有足侪雕像吼，咱今仔嘛讲着几样吼，讲着几个雕像安尼，所以即个是高世界是毋是？伊上界有名是伫查理四世的时阵，伊统治的时候，因为查理四世伊是波西米亚的国王，然后伊阁是圣罗马帝国的首都，也是国王，伊算两个国王啦。咱小等下来，罗马帝国甲圣罗马帝国是无共款的。即个是神圣新型罗马帝国，毋是咱咧讲罗马帝国甲罗马帝国无共款，是一个完全无关系的两个。有人知影无共款无？你咧中欧吼，第一间大学是伫遮起的。就是查理大学嘛。查理大学吼，其实有足济出名的人物，拢有来到即间大学。所以是文化的重要的所在啊。伊有文学家，有音乐家，像莫扎特啦、史美塔纳啦、德弗萨克啦，还有作家就是法兰茨卡夫卡吼，真有名的一个近代的作家，米兰昆德拉，遮个人拢伫即个都市内底生活过。是。所以就是做文化，甚至爱因斯坦嘛，拢伫遮教过册。厉害哦！所以会当来遮生活的人真幸福安尼。即阵就是要来讲即个罗马帝国，因为真侪人分袂清，甲我家己共款。我以前咧看讲罗马帝国，来个新型罗马帝国，是毋是延伸落来？原来完全是无共款啦。罗马帝国是真正一个帝国，新型罗马帝国是其实毋是帝国，有哪无做新型？因为伊有即个名的时不是用咧战争，因为毋知影国王较大，是讲教宗较大，教宗迄阵叫做教皇。是教皇较大呢，还是国王较大？就不是咧要相争，就相争。是。所以咱来比较黄色的即部分叫做罗马帝国，
青的迄部分哦，是新生罗马帝国。因开始的年份，伫主耶稣出世以前27年，有大卫做皇帝，迄是罗马帝国的开始。所以耶稣出世的是拢伫罗马帝国的统督官的下骹。另外新生罗马帝国当时呢，是伫964年，迄个日耳曼的皇帝啦，加冕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对阵开始算，因两个国，因咧无先来看下骹两张图啦。倒边迄个黄色的迄图吼，所有黄色的拢是罗马帝国的皇冠，遐尼重，非常大。是啦，罗马帝国新生罗马帝国敢若正边迄个一块块。即个彩色的一滴滴啊。就是我咧黄的遐有家画一个黄的银箍啊。拄啊差不多即个位尔。即个位咧，伫中部的欧洲，即个叫做新生罗马帝国。其实伊并毋是帝国，伊内底有足侪国家，有法国啦，日耳曼啦，佫有瑞士啦，有奥地利啊，拢是啊。几个邦国联合起来。所以来第三人看结束的年份，有一个东罗马甲西罗马嘛，咱知影东罗马帝国，伊到1453年才结束，西罗马帝国呢，伫476年就结束啦。就已经灭国啦。即两个是无共哦，东罗马后来叫做拜占庭啦，人叫做拜占庭。来罗马帝国的王是伫新生罗马帝国是伫1806拄是法兰茨2世，就是哈布斯王朝伫维也纳哈布斯王朝，因为拿破仑进攻入去，所以伊就放弃做新生罗马帝国的国王，伊放弃无搁继位，就安尼，即个新生罗马帝国就了。主要来讲的语言，伊拢讲拉丁语啦。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是讲希腊文，因为东罗马拄伫拜占的是即阵的君士坦丁伊斯坦堡，即阵的伊斯坦堡嘛。因了接近希腊，所以因大家拢讲希腊。其实新约圣经也是希腊文写的，所以因拢用希腊文做因的讲话传导力的语言。来西部的西罗马帝国用拉丁文，因为拉丁文就是对罗马一个所在叫拉丁。所以咱圣经的旧约就是较侪拉丁文对吧？新约旧约拢是用希伯来文。是希伯来文对。新约较用。咱看新生罗马帝国因是用拉丁文做参考，但是因已经有宗教的改革，有一个福斯，就是住伫布拉格的福斯，第一个起来做宗教的改革。100年后，迄个德国的宗教改革才开始。是。所以因用的语言有拉丁语，也有德语，也有意大利语，拢有因传教的方式啦。因为遮已经有神教啦。听讲因的诸侯就是权力足大的吼。诸侯7个人会当选一个皇帝。选出来。其实即个产生就因为迄阵拢咧讲什么人，就是讲咱有一个主教嘛，天主教毋是一个教宗，教宗以后佫有主教，教宗就是上大迄个啦，就是教皇啦，咱较早叫做教皇什么有个主教，像主教是台湾有一个主教，伫法国有一个主教，伫日本嘛，佫有一个主教。每一个地方的主教，迄阵就咧相争，国王家己要任命，像讲，我任命我是台湾的国王，
我就是我派一个人做阮的主教，但罗马的教宗就讲袂使爱我派，爱讲袂使阮家己派，就不时咧相争嘛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中遐吼真情袂煞，就安尼来。所以咱分别清楚就讲，什么话叫做罗马帝国，什么话叫做神圣罗马帝国，咱小可知影，然后你看历史甲袂火去啊。真复杂诶，这是无共诶就对啊，安尼嘿。是两个完全无共款。无共款诶物件吼。毋是讲两个国家诶连续，毋是哦。是，所以咱伫即个桥吼，拄则有讲着即个桥，一工几万人去行诶桥，到底是咧有名啥物吼？讲有啥物？一定爱行过伊即条桥啊！因为你去布拉格一定是对迄个城堡区一定落车嘛。游览车等下落车，落车就行过城堡区你城堡区要去古城，特别要去迄个天文钟遐啦吼，是毋是一定爱经过即条桥？对，所以咱会老师会影规定袂使塞车，迄条桥袂使塞车过的，一定要用行的过。所以咱会讲到即个上老的即个。有一个咱要讲即个较重要的一个人啊，就是内波穆克，伊是一个宣教师。伊大生即个就是大生去伫斯洛伐克传道理的啦。是。伊算做大生伊是斯拉夫人，就是讲波西米亚人。第一个出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就对啦。伊伫波西米亚的内波穆克，因为伊住伫遐，所以咱甲伊的名叫做 John 内波穆克，就是约翰内波穆克，用安尼来代表。伊生活伫国王，迄阵因的国王叫做瓦茨拉夫四世。统治的时阵，迄阵国王的皇后叫做乔安娜。因为因天主教毋是拢爱忏悔嘛，拢爱告诫，叫做告诫吼。你甲讲话互神父听，家己有啥物无，就是讲家己的秘密啊，有犯罪的代志，来告诫，来得到头棒，是安尼吼。就去甲神父告诫告诫以后，因为国王就怀疑啦，伊心足大，迄种皇后是毋是爱着别人，对我无忠心，所以就叫约翰来问讲神父嘛，就甲神父调来问讲阮某伊甲你讲啥？你讲互我听。当然，约翰到底袂使伊一个神父，人告诫物件，到底袂当讲。因那是有规定的，所以伊绝对毋讲。国王甲伊问，甲伊刑罚拢无路用，拢毋讲就是毋讲。最后来1393年的3月20，就互国王甲伊掠去挂旨啊，甲伊的旨挂掉，讲你毋讲，甲你的旨挂掉。挂掉以后，对迄个查理大桥的顶端，甲伊撒落迄个河内面，就淹死啊。淹死以后，听讲无偌久浮出来水面，伊个头壳顶有5粒星啦。即个5粒星代表伊个名，叫拉丁文的 TAC， 有爱。这是拉丁文大魁。拉丁文的意思，然后我保持点。是，就是大魁。这个就是约翰。读起来做成台语的对无？大魁。大魁就是讲你袂喘气啊。袂喘气，就是袂当互人知影伊咧讲啥。所以咱若去即个桥吼，会当看到即个，就是咧讲，就是咧纪念即个宣教师吼。足侪人，你看下骹要闪甲无人真困难。因为有人摕伫遐，袂说像伊就是要摄落去，互人淹落去溪底迄个吼。对哦。变过。你看即个下骹吼，下骹伊就有即个下骹有2个图，我甲伊放大。
放大就是人个图就是安尼。倒边迄个吼，倒边迄个皇后咧告诫，皇后伫咧讲伊个忏悔录，咧忏悔对。讲互新妇伫另外一间厅。是，大家人咧当看着每一间教会拢有迄告诫亭吼，细间就趣味诶。天主教拢有迄告诫室。是。来正边迄个吼，你注意看吼，正边迄个顶悬吼有迄个兵丁，甲约翰对桥顶顶落着骹。真残忍哦！咱后礼拜阁要讲另外一个去互等落什物会吼，窗仔边诶，而且即个节课，咱想要发生做侪即种代志吼，应该是讲即款代志，咱对顶悬甲伊等落。是，所以听讲吼，若甲摸着吼，摸着下骹迄红啊吼，就会正边迄个，你若甲摸着，就会有好运啦。就讲会当过来一届，所以互人迄只狗仔互人摸甲安尼金丝丝有无？无摸着所在拢乌诶，因为迄是青铜做诶嘛，所以你无摸诶所在就生鲜，摸诶所在就发光，互人摸甲发光。对面迄个也是共款，迄个一个查某人甲一个囡仔，有哪互人摸甲金金。听讲若叫做得子啦，讲无囝诶人甲摸一个就有啊。安尼袂歹吼，就是讲你若摸着即只狗仔，代表讲你以后会当佮转来遮耍就对了。你若摸着即个囡仔，牵囡，即个啥物，就是要救囡仔呀吼。即个查囡仔、囡仔安尼，这真出名吼，真侪咧传说。来佫有一个，这是足有名诶诗经，对无？梁文忠啊，足久以前有分享。即个全世界拢有名啦。即个还佫是咧转啦。顶悬吼，佫是有12个学生，佫是一个出来。是，就是讲耶稣诶12个使徒对无？迄个位置离涂骹真悬，所以要家翕无清楚，爱用吊啊来甲我倒。应该是去内面啦吼，然后爱因为买票就会当去到顶悬诶内面看吼。是，来这个是。即摆上古早一个经吼，伊内底有啥物律法盘吼，是讲内底会当看着时间啊、日期啦、圣人诶节日啊，因拢伫边仔有标志迄红啊啦，是写诶字，表示讲做一个圣人，个时间几点。因即个吼要看甲会晓哪像有哪爱有详细诶说明。是，你也知影，有你研究这会当甲阮讲者，即个天文吼、诗经，可能佫有。看足侪物件，日头个月亮对无？毋是讲干那时间尔。是，佫有即个是天文盘。即个内底佫有因较早所理解诶天文，就是讲有啥物座啦、双子座啦、迄个星座啊，拢画伫顶悬。是。所以，这来有研究诶人，你可能就较知影，这是咧演啥物诶，对无？就是讲有太阳。画较足详细哦，你吼。会当看到这有古早波西米亚诶时间吼。因对天文诶看法啦。即文咱着想着圣经有讲。时间对无？讲着时间，讲天下万般。传道书3章1节，传道书3章第1节，就讲天下万般拢有伊诶期，万项事拢有伊诶时。所以因为拢有伊诶时间拢是定着，所以咱才有法度做出迄个律法。像讲咱知影。清明当时什物时间爱种稻啊？什物时间爱种番麦？什物时间爱种番薯？伊有定着诶时，你若毋是迄个时间种，就足歹种，佮袂当有收成。你若定着迄个时间种，就无问题。
你就有丰收就对了。所以正案子一定是伫所以咱讲诶，迄个足侪人甲星座当做算命吼，其实迄是一个上帝创造诶规律，对无？自然咩诶定期啊，统计学，但是上帝会当甲伊破坏诶吼，所以毋免相信迄安尼吼。啊，即来上帝吼，伊当着说3章11节个讲吼，上帝造万物，各照伊诶时诚做美妙。可将永远诶观念下伫人诶心，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诶，人袂测度伊。讲你无法度人了解，你无可能了解。伊甲永远诶观念下伫人诶心，所以咱知影咱人拢活到100岁是上济嘛吼，差不多100岁嘛。但是咱拢有一个观念，人诶灵魂永远伫咧，即个观念就是下伫咱诶心内。对哦，咱想所有诶人拢感觉以后有灵魂，所以会讲爱去啥物，爱先做啥物好代志。即阵以后吼，可以当去上帝遐对无？为宗教的叫你爱献啥物物件，还是讲你一定爱做完成啥物代志？安排好势啊，伊拢甲你安排好势啊，你若听伊诶话，遵趁伊诶教示，所有诶代志拢甲你安排好势。你要食50岁，你要食100岁，拢无要紧。其实毋免烦恼，对无吼？听看上帝就对了，伊讲欢喜快乐过每一日。是，就是像这欢喜快乐，咱有看到去布拉格、捷克，你一定爱食的，就是这烟囱啊，像迄烟筒的饼，是烟囱切。你来食吼。啊，若去顶悬崖放冰，就变烟囱冰。这是现在想遐较有诶。我伫阮遮个会当食着这吼，可能足少会当放好食诶，足少会当做好食。内面爱放冰，而且伫落雪时食这上有感觉呢，好食。小外口小，内面冰冰安尼。来有闲爱来试看觅啊！来这是啥物？这个是另外一个雕像。像摩拉维亚，摩拉维亚就是斯洛伐克啦，叫摩拉维亚人团队。因为迄阵有分做摩拉维亚甲波西米亚，这两块土地差不多伫即摆诶斯洛伐克甲捷克。波西米亚就是捷克嘛，摩拉维亚就是斯洛伐克迄边。是，所以你若有无听到诶吼，顶礼拜当去看觅啊吼，就是恁诶即个地图安尼，即个是老师翕诶哦，咱来看觅啊，即条河诶，就是咱咧讲诶即条约翰互人摔落即条河水，查理大桥就是横过即条河水。是，就是去互弹落，就是伫遮啦吼。迄个拄则讲迄个传教士，迄个主教，即个三个嘛是做有名诶吼。一个主教，来因诶公爵，来国王。因为做这些个都有30个啦，即款大毋是安尼一个是安尼一撮吼，有30撮就对了。是，无简单吼，所以即个桥诶顶悬咯，是会当讲露天诶艺术诶展览场所。真正诶吼。咱若要展览场所，拢伫因室内展览，伊这是桥顶展览。对，伫外口你若行过，你就会当看到足侪故事。以前我行诶时，我拢毋知影这故事吼，行过尔吼。即个会当听到这嘛足特别诶吼，就是伫即个桥看过去，佫有另外一个桥。水位啦，水位也有一个花槽管，若超过迄个水位就流落。所以看起来咱想迄是两个所在。同款诶吼。真趣味吼。所以咱来看老师录诶即个影片。注意看，你拄则有注意听诶人吼，看觅啊，你有
知影讲，倒一身是咱拄仔讲过的哦吼，会当写来，互阮知影吼。对，多谢咱的观众朋友，拢来啊吼，咱做伙来看。你食迄个河就是普洱。这就是咱拄则讲到的吼。咱听迄个台南新教会伊蛮少的歌。新教会。要去无人的冬天来，较活。咱看到吼，咱拄有讲过哦，这来是可能是拄则有讲到吼。你看这油灯吼，伫迄个下暗几点的时候，会当看到人慢慢点火，这样。耶稣男性里面。所以咧，时间到的时会出来转一日。
拢是人。老师去的时拄好是9月对无？是真水的一个城市哦，就是老师去的时拄好人足济，9月天气足好，多谢老师的分享吼。今仔日会当去摸着时间对无？咱讲的，而且伫即个桥顶足济人，根本是天主教还是啥物？因的故事吼，千几冬的故事。后礼拜阁要继续讲。会当记得转来听，多谢老师吼，同时时间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澳洲2点10分，搁做伙来讲故事。多谢观众朋友，爱记家己取一个赞哦，因为咱已经行来到布拉格啊，对无？而且咱每一个人拢有好好啊来用你的时间，有来支持阮的吼，真欢喜。好，多谢观众朋友。大家平安，多谢明辉、美秋、美华吼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喜乐，平安，再会。